呢條短片將會介紹如何喺資歷名冊上搜尋營辦者或者評估機構。首先，選取導覽列上搜尋中嘅營辦者、評估機構，或者按主頁嘅快速連結營辦者、評估機構，就可以進入營辦者、評估機構搜尋。輸入關鍵字或者揀選不同嘅搜尋條件，然後點擊搜尋，就可以揾到所需要嘅營辦者或者評估機構。搜尋結果會根據你所選嘅搜尋條件，列出相應嘅營辦者或者評估機構。你亦可以利用頁面左方嘅篩選去縮小搜尋範圍。如果營辦者或者評估機構所提供嘅資歷附有學分累積及轉移安排，你會喺搜尋結果中見到相關圖示。如果想收藏搜尋結果中嘅營辦者或者評估機構，你可以點擊心形符號，或者按全部加入，就可以將佢哋加到我的最愛。喺頁面打開工具箱並按下心形符號，就可以查看你嘅最愛。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列印或者下載有關嘅營辦者或者評估機構。如果要查閱營辦者或者評估機構所提供資歷嘅資料，你可以點擊查看資歷，就可以見到營辦者或者評估機構提供嘅不同資歷。你可以參考資歷搜尋嘅短片指南，了解你喺資歷記錄可以睇到乜嘢詳情。多謝觀看，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資歷名冊管理員。